国际上要紧，若讲到这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已经拍要3年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希望伫咧2月底进前，会当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来见面，超讲停战的代志。这罗西亚官方嘛已经正式有咧安排。另外一方面，这美国对乌克兰的稀土的协议，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讲有机会会当讲成。 美国总统川普18日伫记者会结束时阵回应记者的问题，讲有可能伫2月底之前甲俄国总统普京会谈。对此，俄国副外交部长雷亚布科夫日日回应俄国媒体，透露双方拢伫积极安排，有机会实现两位领袖各一摆共庆会谈。不过话题毋若乌俄战争，佮会讲到更较侪全球议题。雷亚布科夫表示，要讨论的问题，佮包括互美国俄国关系正常发展，嘛要找到方法来解决包括乌克兰议题甲未来危险情势。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密切做准备工作。当时阵，伊阁透露，对乌俄停战协议，各国会伫2礼拜以内举办第2届会议，详细地点甲参加人数也被决定，也毋过共款伫第3个国家举行。The president, his team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continuing negotiations with both sides of this war to end the conflict, and the president is very confident we can get it done this week. 另外，针对美国甲乌克兰的稀土协议，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协议无包括安全保证，故则签署了后，川普特使凯洛格甲泽伦斯基会面了后，有提交新的协议草案，毋但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佮解决部分当局反对的状况。泽伦斯基伫外交部长甲国会议长这官员幕僚建议之下，有意愿签新的协议。I think we're pretty close to a deal, and we better be close to a deal. 虽然英国媒体引用乌克兰相关人士话报道，新的协议草案有真侪问题，泽伦斯基也未准备好接受。也毋过外国媒体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话报道，表示凯洛格讲到，若是无达成协议 ，SpaceX 提供予乌克兰使用的星链卫星服务，有可能会关闭。到时阵有可能予乌克兰伫乌俄战争内底失利。国际新闻台是从编译。